播道醫院我係幾時見到嘅咧？我應該係咧以前咧每一次咧搭呢個小巴翻屋企經過亞皆老街嘅時候咧，就會喺街尾嗰度咧見到播道醫院啊。我記得我17歲咧第一年就係翻呢個九龍城浸信會嘅，其實就喺播道醫院前少少啦。咁每一次喺城浸行去真善美村度完咗聚會食宵夜嘅時候咧，咁都會經過播道醫院嘅。首先咧，我好榮幸啦，可以喺播道醫院60週年嘅時候，為着咁多位醫生啦、醫護人員嘅付出啦，咁多年嚟嘅堅持同埋愛啦，可以貢獻一點點嘅力量啊！更加特別嘅咧係，收到個歌詞同埋嗰份譜嘅時候，角落頭，陳永華博士嚇，鄭國江老師，哇，兩個都係非常厲害嘅音樂界嘅大師啊！陳永華博士係我中學時期經常去校際音樂節嘅音樂比賽嘅時候，每年都會見到，大家都好驚嘅評判嚟嘅，竟然能夠同佢合作喎！今次跟住仲有鄭國江老師唔使講啦，真係喺填詞界係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鄭老師嘅作品啦。仲要諗哇，鄭老師真係不停咁樣創作喎！哇，到而家其實可以即係飲啖茶食個包咁樣噶咯噃，但係仲寫咗呢一個咁好嘅歌詞，講到嗰一種愛啦、堅持啦，一路上咧，我好似一路唱嘅時候就感覺到嗰種明燈嘅指引咁樣咯，再加埋陳永華博士嘅嗰個音樂，你感覺到一種勵志喺裏邊啊！咁所以真係相當榮幸。哇！仲有今次係同 Becky 一齊唱，我應該係冇同佢正式錄過一次音嘅，即係有陣時唱下歌，做過演唱會嘉賓咁唱過嘅，但係真係未試過同佢一齊演唱一首歌嘅原創嘅歌曲。所以哎呀，唔使問啦，Becky 人靚聲甜再加埋咁多位咁可愛嘅小朋友，真係令到呢一首歌咧倍添一啲愛同埋希望。播道醫院60週年生日快樂！亦都希望咧神繼續透過呢一個地方，可以祝福更多嘅人，散播更多嘅愛，播更多嘅道。